头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股市，今仔日继续大起，上悬甚至起超过800点，上尾也是起712点，以35413点来收盘。其中这个台积电起超过2000块，再度来创下着历史的新天价。不过台积电伫短时间内起伤侪咯，互证交所列为注意股。讲参即届算在内，台积电已经是第5届互列为注意股咯。盘面红讲，随着台股4大指数全面收红，也刺激着台股。今仔日开盘都欠价抓袂掉。台股在周三持续呈现上扬的态势，加权指数在盘中站上35000点大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护国神山台积电在盘中首度跨越2000元大关，再度创下历史新天价。台积电起了有够雄，期待要挖52条。严格其实，台积电涨价都去互证交所列为注意股。注意股是证交所针对股价起落的程度上大，或者是成交量异常等等的状况，对市场发布的提醒机制，唔是讲公司出问题，或者是有违规。台积电因为自拜二算起前6天，上悬甲上价股价差到185块，加上昨日收盘价创下区间上悬，所以去达到警戒标准。严格其实，台积电已经唔是头一届红列做注意股。根据统计，台积电捌伫2001年、2003年、2014年、加2015年拢红列做注意股，今年是第5届。最近这3次被列为注意股票，有2次是因为下跌，有1次是因为上涨。那这3次不管哪一次在宣布被列为注意股票之后，都出现一个反转的走势，投资人要留意随时留意说，如果热钱的一个涌入的部分，它有出现一个减缓或停滞，就有可能在短线上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刷洗。专家特别提醒，虽然基本面正好，不过台积电最近一直起红列做注意股了后，必须要继续观察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